有耶稣伫咱的人生的船顶，咱就毋惊风影；伫信仰的道路有耶稣陪伴，咱就平安。愿上帝来帮助咱，伫用信心来挖靠伊，来面对人生任何的挑战，因为咱愿要专心挖靠我的主。我要专心信靠我主，现在咱请起立来参加今这首诗歌。我专心信靠我主，烦恼拢消除，行过黑暗心山谷，虽然有灾害，我专心信靠我主，完全免挂虑。我专心信靠我主，我专心信靠我主，无论啥境遇。我专心信靠我主，烦恼拢消除，行过黑暗心山谷，虽然有灾害，我专心信靠我主，完全免挂虑。重新好朋友，真正好朋友。我专心靠，对他到永远。行过黑暗心山谷，虽然有灾害，我专心信靠我主，完全免挂虑。我专心信靠我主，无论啥境遇。我专心信靠我主，完全拢消除，行过黑暗心山谷，虽然有灾害，我专心信靠我主，完全免挂虑。重新好朋友，重新好朋友，真正好朋友。我完全信靠，对他到永远。行过黑暗心山谷，虽然有灾害，我专心信靠我主，完全免挂虑。我专心信靠我主，完全免挂虑。我专心信靠我主，我专心信靠我主，完全免挂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老主，请坐，请坐。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点伫我，也我点伫伊个，就结果子济济，因为到我3年，恁就袂会做啥物。愿阮拢真做这样的人。你是葡萄树，我是你生命连结连做的模样。
你是葡萄树，我是你生命连结连做的模样。我情愿甲你拿来拿亲像，你是葡萄树。我是你生命连结连做的模样，我情愿甲你拿来拿亲像，深深记得，想想较无你回忆。就在你的嘴边，是刻可你过每一日，深深记得，带我行到这万里，经历你的话真实，是刻可你过每一日。想想较无你回忆，若像在你的嘴边，是刻可你过每一日，深深记得，带我行到这万里，经历你的话真实，是刻可你过每一日。听阮的主上帝，阮满心感谢阿罗你，主，愿阮拢真做主你下主你心意的样相，活出主你的生命来见证、来荣耀主你的名。主今仔日是见证会，有济兄姐要来活出因的生命，活出主你人生命当中的活搁真的见证。愿主信心甲阮三角伫咧，主你引带阮、带领阮，主愿要感谢阿罗你。阮即时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今天是祷告见证会，是第4区的弟兄姐妹来参与。那能够见证神的恩典，其实是一个很幸福，而且很有福气的一个作为啦。那经常也在思考说，我们为什么要来做见证？我就想到常常看到那个电视购物。我们都会有找一些代言人，来说这个产品很好嘛，那所以也是希望人家来认识我们的上帝，所以等一下我们邀请我们第4区有5位姐妹要来做见证，那我很喜欢一段经节，是在约翰福音第8章34节到40节，他在讲那个格拉森有一个被鬼附的年轻人。然后他被耶稣医治了之后呢，他说他要来跟随耶稣，然后耶稣跟他说，你不用跟我来，你去把我在你身上所做的告诉你的邻舍，结果他就去做这件事情了，所以39节约翰福音第8章39节之后，第40节就这样子说，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第40节就是说，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都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那时候耶稣是被赶走的，因为他把那个2000头猪都把它
弄到那个海里嘛，哈，所以大家都很害怕，好把耶稣赶走。结果因为这个年轻人的见证，好让大家都变成欢迎他，所以后来就会有睚鲁他的女儿，死里复活，还有血漏的12年的妇人得到医治，好这个故事哈。所以我们做见证啊，就是要有这样的效果啊。那希望神来我们当中来动工，来透过见证来影响更多的人。好，那我们第一位请到的是第5组的哈杨家珍姐妹，好，请她来做见证。好，来欢迎。好，她会用华语哈华语来跟大家做见证。牧师、长老、区长、长老，大家好。有点紧张，对不起，因为我信主到现在第一次上台做见证。对，信主前我是一个心里很没有平安的人，常借着拜神、求佛得平安。只要有心事呢，生活压力大，我就会去买那个莲花纸来折莲花，一大朵小朵我都很会折。折了之后，我就到庙里去拜拜，然后就化掉，然后就跋杯，人讲的慈悲祈福啊。那我在没有安全感跟言语暴力、肢体暴力的家庭长大，造就了我是一个想法消极的人，内心很脆弱、敏感，很没有自信。可是外在呢又非常的自我，很骄傲，说不得的，不能让人家讲我不好。我只要人家讲我不好，我就会觉得我就没面子哎，很爱面子，自尊心很强。那在2016年的时候，我在公庙有请了一尊偶像回家供奉，就是要保平安嘛。那公庙放了很多的偶像哈，就是让你去选你要哪一尊这样。那选了之后要红包，那摆放在那边择日也要1包红包，然后插香炉要请出公庙门外也要1包红包，就打滴滴都是要红包，点点滴滴都是要红包，就这样子安坐到整个安坐完成，花了不少的钱。那在2018年到2019年，当时我已经是慕道友了，还没有信主。那我神带着我看清楚一件事情，就是那2年我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必须要搬家。那家里的供奉的偶像，我也要等于说我没有办法再继续供奉他，要请走。我就打电话给原来的那个淡水的那个公庙的住持，请他把他带回去，就是做一个仪式把他带回去。结果那个公庙的住持告诉我说，不用啦，你就用箱子装一装，带回来，看谁要来我这里带回来就好。我听了我就觉得说，怎么当初这么隆重的把他请回来，现在我不拜了，我不能供奉他了，只是说请你来把他带回去，用个仪式郑重的把他带回去，居然是用这样的回答，这样子的答案告诉我，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就自己开车，我就装箱之后，我自己开车，把他载回去到淡水。下车时候，那个公庙的住持不在，是他儿子出来跟我接洽。他儿子一走出来说：“哇，那个金项链，还有就是他的那个手环，哇，然后大概戴得很粗的金项链跟手环。”我刹那间我就觉得，我好像惊醒的感觉。那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这样。那感谢主也带领我看清楚，说，拜偶像焦点就是转向人自己，或者是说神所造的物品。那追求物质、地位、权利和满足一己之欲，偶像是人手所造的物品，虚假的神明，它是没有生命的，没有力量，也没有神性的，无法提供真正的帮助跟救赎。
那个感觉到现在还很深刻。后来信仰班又再次的就是要开课，很热烈的邀约我去听见证，介绍这位又真又活的耶和华。我很清楚的还记得那位传道在台上分享的一句话说：你和耶稣一起过你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胜过你自己过一辈子最美好的一天。说明了说与耶稣同在的重要性，即使在苦难中，只要有耶稣，就胜过世上的短暂美好日子。阿们。2020年我就受洗归入门徒。在受洗的当时，我都还没有翻过圣经，什么新约旧约，我就想要浑水摸鱼说，哎，这么厚的一本圣经，要读到什么时候才读得完啊？就打定主意说，好吧，那我就当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就好了。反正啊，我每周就有到教会了嘛，那上课啊，交差了事就好。但是我错了，神很了解你，因为他是我的造物主，自然就是有办法处理我的问题。在主日听到的时候，我常常会听不懂牧师在说什么，那我就会很气馁，说：哎，怎么牧师今天讲的正道我都完全听不懂？我就会去查圣经，就这样子，我就到 YouTube 去跟着庄玉明牧师。每天跟着他逐章逐节的攻读圣经，那火热的追求神的话，还有每周主日崇拜以后，我就会参加信徒造就班跟读经班，了解神的话。神是我的窑匠，神的话开始在我心中发酵，改变了我的心思意念，改变了我说话的语气。工作上用智慧与人沟通，而不是拍桌子啊、摔椅子啊。更学会了凡事仰望神、祷告交托，戒掉所有的工地文化的捆绑，什么烟啊、酒啊，这些都全部戒掉，当一位灵魂体真正自由的基督徒。那每周台北教会、桃园住家往返大概有3年的时间。疫情过后，突然有一天我就想起来，哎，我可以在桃园找教会啊，为什么我要开车开了2-3年，那往返台北？后来我就跟上帝祷告，说求上帝带领我在桃园找到一间适合我的教会，就来到迦南基督长老教会。那这一次的见证，我的女儿很开心哦，她有写了一段话，就是信主前跟信主后妈妈的改变。那因为有时间的关系，我就直接讲信主后，她讲的一段话，她说信仰的力量让妈妈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产生了深远的改变。她不仅变得更加乐观，还更懂得感恩与包容。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妈妈学会了祷告和依靠信仰，并将这份平和的心境带给家人。我及身边的家人朋友都感受到她的改变，家中的气氛也变得更加和睦，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更紧密。妈妈的转变成为我心中温暖的力量。我在这边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我女儿国语考了98分回来，还被我揍。我信主之后，我来到迦南基督长老教会，有一天晚上，我有走去他房间向他道歉。他对这件事情也耿耿于怀，他觉得说我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还要被你打，还要被你揍？我说当初我们讲好1分少1分打3下。我真的是很不应该对小孩子的要求，信主前我对小孩子的要求真的很严，变成我跟他之间就是有一个隔阂，无法沟通。然后信主之后，他写下这一段话来，我真的很感动，感谢上帝。那
神给我真正的平安，就是内心的平静跟安稳。箴言9章10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感谢你捏塑我的生命问题，让我有机会来分享你的奇妙和信实。求你赐给我力量与智慧，将荣耀归给你。谢谢，阿们。好，感谢主哈，神是改变人的神哈，幸好她不是我的妈妈，好，那个所以请神容易，送神更容易，对不对？好，那以后不能再听庄玉明牧师的哦，好，要听我们这，好，开玩笑。好，下一个我们请那个美芳老师的影片啊哈，因为她没有办法到我们当中来，然后她有录一段影片，然后大家一起来看。好，拍拍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美芳。我今天分享我的见证，我分享我和孩子之间的相处。我和我的孩子宝伦，几年前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相处很紧绷、很紧张。如果我以孩子的青春期碰上妈妈的更年期，我想大家大概就可以体会是怎样一个状况了。我的孩子呢，当时有的时候讲话好冲哦，我心想说，一个孩子怎么对妈妈这样说话呢？我相对的，我对他讲话的语气就不是很好，这样的恶性循环持续了好一阵子，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我常祷告，跟祈求上帝说，可不可以让孩子懂事一些啊？但是情况仍然照旧啊。但是我还是持续祷告，常常念主祷文。因为我相信主导文是有能力的。那当孩子无法改变的时候，上帝感动我，要从我自己改变。箴言4章23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出发。我要从心里接受孩子当时的情况，之后我说话的语气、态度就渐渐同理孩子的方向而改变了。由于我的改变，孩子也感受到，我和孩子之间的互动就温和多了。感谢上帝从各方面来带领我度过这个家庭情绪的风暴期。感动先生提醒我，父母呢要站在比较高的高度来看孩子。有时候小孩子不理性的态度，我们就不要太在意了。说是简单啊，真的情绪来了，是真的没办法控制，真的要常常祷告，靠着上帝来克制自己情绪的爆发。也感谢上帝呢，我也参加了一场那个有关于青少年的演讲，专家有提到，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脑部也在成长，心情起伏很大，提醒也鼓励家长要尽量来体谅和同理孩子。也再次感谢主。由于朋友的那个提醒，我去验血，发现了我有甲状腺亢进，而内分泌的影响确实让我有的时候是情绪是无法控制的。感谢主，我持续服药，现在已经
不用吃药了。再次的感谢主，带领我的家庭度过这个阶段。我持续祈求主带领我们全家能够走在上帝的道路中而不偏移。这是我的分享见证，谢谢大家。好，谢谢。好，所以我们的神就是常常我们祷告都是希望说神来帮助我们，好，或者是当有对立的时候，都会希望神来改变对方。好，其实神是会改变我们自己，好，让事情可以更顺利的来发展。好，那接下来下一个我们请雅琴姐，雅琴小组长，来分享见证。好，拍手。牧师、家人们平安晚安。感谢主，感谢我们的主上帝，有他的恩典满满在我的身上。他对我不离不弃。这阵子就这2、3个月，我真的经历的，就是很消极，而且有想退的那种意念出来，因为，我的牙龈痛，我几乎失眠了好多天，而且也都几乎一整天没吃饭，也都不晓得了。又加上店里面的产品全部要换新，那种压力的之大，而且员工又开刀，又人手不够。再来的话就是小组，那小组要改组嘛，要一个更新嘛，很多，那我非常的感谢主，他是垂听祷告的神，因为我一直在求主兴起，我们教会要兴起年轻人，一定要兴起。感谢主，是给我们年轻的好牧者，又给我们一些长子都年轻化了。那时候我在讲，我也70多岁了嘛，那我就一直讲，我一直祷告，我们小组因为就好多的理由出来了。我说我重听啊，而且我身体最近就酸痛麻，都好像都不能入睡，而且遇到晚上的话，我就不能服侍，很多的理由就出来了。我就跟主讲说，我是不是我可以退？那我就一直在祷告。我们小组有年轻人，有年轻人壮年出来接，结果我们金牛老师答应要当小组了，我好高兴。我说主啊，感谢你，你是垂听祷告的神。我们小组金牛老师，结果不是，那我说我还是很感谢啦，真的，我们里面要有更多的愿意花这种心的人出来关怀因为我那时候我一直在挣扎啦，说真的我在挣扎还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区长、我们长老都非常的爱护我、鼓励我，都会支援我那时候我就在考虑了，我该不该接呢？那时候改组真的，我那时候心境真的很坏，而且那个我们新的产品营业，我平常营业额2、3万，最坏也有1万多，将近2万。结果你知道吗？第一天的话7000多，我整个心境都跌到谷底。因为我在改产品的时候，我跟主讲，我要把最好的献上列，我是用我的心这样子的。结果第一天那个我真的很那个，那结果第2天又冷清洁，外送平台几乎都没了，我的整个心境都下沉，又好多又人不舒服，又牙痛什么的那一天我就在讲了，我就天天的几乎都在祷告，我说主啊怎么了？那一天被林嘉瑞骂你好短视又被我儿子也是，我儿子说妈妈你就求问主嘛，你干嘛这样子呢？还没有
那个上帝有上帝的时间表，你干嘛那么心急呢？那个林教练说，你那个才1天半呢，你就打上帝的耳光。我说我打我自己的耳光，我就自己一直打一直打。你知道吗？其实上帝，我们主早就在提醒我们。我们小组分享的时候，我们不是吗？要回转，要醒悟吗？要下定决心吗？再要承认自己的罪吗？那第4、第5啊，我既然忘了，要愿意付出代价，起来行动。我这2句忘记了。再来就是向主认罪，在最后面就是要感谢就赦罪之恩嘛。主早就在提醒我了。那我那一天晚上回去，我就跪下来，我就跟主啊，我要向你忏悔，我要向你认罪，我不应该的。因为在之前，这很奇妙的是，那么多人问我，雅琴啊，你工作要到什么时候？你服侍要到什么时候？我说我不晓得反正就是上帝要我做我就做啊，做到他说叫我不要做我就不要做，我就信口这样子的讲了。结果到时候我一直在退缩，一直在退缩。我那天晚上认罪悔改，我就跟主讲说，主啊，我到底我要怎么？结果那个声音你忘了起初的心。我以前那么的热忱，那么的那个说，我愿意，我愿意。你在呼召，我在别个教会，你在这呼召。因为我那天这个手得医治，我当天我呼召我就说我愿意了。结果回来没有几天，那个要我接小组长，我愿意我就接了。到现在的N年了，我也不晓得几了，就这样子了。那个上帝早就在提醒我们，主就在提醒我了，所以我就说好，我愿意，我自己我说过了，我一定做，就做到我不能做了。虽然这个主啊，我做不到，你会帮我做，我就打这个信念那结果呢我就答应了。隔天那个营业额又提升了1倍，就1万多了。我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就每天，因为我有晨祷的习惯。我以前的话，上帝那时候我还不会的那个韩流的时候，在台北，我在3重灵粮堂，我不会看圣经，我什么都不会。就3点半的时候，那个就有声音跟了，以弗所书3章12节，以弗所书3章12节吵了半个小时，所以我就起来了，就看看，以弗所书3章12节是什么东东呢？我就起来看了。他说：你们因信耶稣，在他里面要放胆无忌，笃信不疑来到神的面前。信心的功课，真的是信心的功课。我到现在还是这个信心。我一直在说要学会做神的仆人，真的每位都要做神的仆人，要这样，我们一定要兴起，从自己来兴起。所以我自己说，主啊，原谅我，原谅我，我真的，你一直在修剪我，你所让我经历的，就是要让我变成精金。再这样其实再来那天我就好了，就去看医生了，就把2颗牙拔掉了，结果痛消失了消失了。再来就是一些修复嘛结果再来就是改组的问题了吗？我说好，我愿意接。那小组命令，我说看人家播出来了，小组命名，他那个小组名都出来了，我怎么办呢？我还没有，因为我真的每天4点多起来，到晚上回家都9点多10点了，我怎么办？我都利用早晨的时候来我也跪在那边那个长老还有就是那边，他们就很热心，他就说祈祷就是德高望重嘛，老人家。我说不是啊，主啊，我跟你求的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壮年大家要这样子，不然都是老的，怎么能够兴起呢？我就直接这样跟主讲了啦那我说主啊，我为这个名字
这个小组名我真的很伤脑筋呢。我也请示我们那个志涛老师，志涛老师说：“你问主嘛，我没有德高望重。”那我就那天早上起来，我答应了。我既然答应我在承接的话，我就跪在那边，主啊，我小组名称要怎样子呢？因为我每天早起来，我一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先赞美主。结果那个声音讲，他现成的你不用。啊，对啊，我就好像被敲了一棒，说好，哈利路亚，小组就此定名了。所以我很感谢主。是的，他在这里边，我也期望我们的教会一个兴起。是的，以前就业的时候是玛利亚要讲那个我们耶稣讲道说要赶快去，但马大他在工作。现在是新约的时代，我们耶稣再来了吗？我们要做玛利亚，我们也要做马大，不然这事工谁做呢？对不对？都要的，因为现在很棒。像我牧师，他每次的我们圣经共读或者讲道还有重播耶。我们这个时段没有办法，我们其他的时间我可以去看呐。而且我们亲近主，是我们每天我心里诚实的，我们去亲近他。上帝是看我们的心跟我们的态度，我们愿意的心，而不是说我们照那个什么我读圣经我叫死背什么的，不是的。所以我很感谢主，虽然这样，我年纪这么大，他还愿意用我，而且我们弟兄姐妹们也非常的支持我。我们就互相的帮补，互相的支持。对啊，我最近我说主，让主居首位，我也克服，尽量了，我就把工作，我就尽量了，能够服侍我就尽量服侍。我主啊，我剩余的岁月，我能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哈利路亚！主，我要赞美你，谢谢你还愿意用我，感谢赞美主，谢谢。好，很感动哈。那个雅琴姐她让我学习的就是她经常跟我说我愿意啦哈。那这个是我们也可以来学习哈。那你看她年纪75岁了哈，但是她上来分享她没有带稿。他都记在心里面，真的很感谢神哦，他非常有用心哦。好，来，我们接下来，感谢主，无论咱伫患难当中，也是伫软弱的当中，甚至是受到打击，甚至是拄到绝境，也毋过咱犹原感谢主，因为圣经内底应允讲，以马内利的主，因犹原甲咱三个伫地。牵我手，上因带。当我阮直直打来，我的心心有我在。当大风因微微霜，主的话带我来润我。世间的错错拢袂停，我的愿望点伫起。虽望是一有时话，主会听叫一话反悔。袂捌求叫主的名，话话明白伊会听。你兼知影主听你，好若亲像老爸听囝儿。袂捌求叫主的名，话话明白伊会听。你若失落平安，心肝也生伤悲，望主听通手牵你。当我阮直直打来，
当时只有四话，主会听到七话反悔。袂目求叫主的名，袂话明白伊会听。你兼知影主听你，好若亲像老爸听囝儿。袂目求叫主的名，袂话明白伊会听。你若失落平安，心肝也先伤悲。望主听通手牵你，袂目求叫主的名，袂话明白伊会听。你兼知影主听你，好若亲像老爸听囝儿。袂目求叫主的名，袂话明白伊会听。你若失落平安，心肝也先伤悲。望主听通手牵你。你若失落平安，心肝也先伤悲。望主听通手牵你。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做见证哈。再接下来是易如老师，我们请他来做见证，拍手欢迎。好，牧师弟兄姐妹们，大家好哈。其实我很喜欢为主做见证，因为我觉得为主做见证都会有大福气这样子哈。好，但是要为主做见证，总是要经历一些辛苦的事情哈，但是就会有福气这样子。那我今天要做见证呢，就是我觉得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哈。那这在路加福音1章37节就有讲，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其实从我信主到现在啊，我一直觉得圣经啊就是一本非常有能力的书啊，所以呢，我也一直就算是现在牧师每次6点半的读经，我实在是爬不起来，我真的是有把它放，我就放在旁边这样子，因为我就觉得。我从信主以后，我就觉得就是要紧抓住神，还有神的话语这样子。所以其实只要能够，可以亲近神的话语，我都会不放过这样子。然后虽然我真的非常疲累，这样只睡5个小时，那牧师6点半开始，我还是会把它开了，然后就放在旁边，然后反正有的有听到，有的没听到这样子。但是神都知道啊，所以我们也广告一下哈，就是牧师的6点半，欢迎大家都还是。你就算爬不起来哈，真的跟我一样爬不起来，但是你就把它的打开就对了啦，你多少都还是可以听到啦。然后，但是我觉得牧师讲的真的很好哈。我今天没有听到很仔细，但是今天牧师讲的很好，所以我还是会再去重听。然后我的个性就是，我还是喜欢跟着大家一起在读经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时候是大家一起的聚集，不一样。好，所以6点半的时候，我还是鼓励大家6点半，不管怎么样，6点40分也没关系，你就赶快起来把它弄一弄。那虽然它7点会重播，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弟兄姐妹其实没有 gathering， 没有大家在一起这样子。但是6点半的时候是大家都在一起，然后牧师讲，我觉得对我而言啊，我觉得那感受上是不一样的。那但是你就是真的你没有听到，然后你想重播再去听，你可以再去听。但是我还是会鼓励大家，就是牧师6点半的时候，大家还是可以一起这样子。我觉得那时候是不一样，因为那时候是所有的弟兄姐妹大家全部在一起。我觉得那时候是一起的聚集，在敬拜神啊。我觉得对我而言呢，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哈。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我就会拿着圣经读出声音。好，那因为我们就知道在那个创世纪的时候，就是神说有光就有光嘛。所以其实我从信主以后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把圣经读出声音，其实是大有能力的。好，然后。我接下来会做见证的这个部分，其实是，以前那个
那个长老他们其实有分享过，就是那个韩国啊，就是不会祷告的那个一个妇人啊，他就是有困难嘛，但是他就是他就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他就一直用主导文一直祷告，一直用主导文重复祷告，然后后来他的难题就解决了，但是我现在忘记他的难题是什么了哈。那所以因为我也是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去年这件事情我要做见证的是去年。我去我姐姐家，哈，那新冠肺炎3年，其实我已经没有去他们家了，哈，在台北。那我去年去他们家，那后来他就跟我姐夫出去玩，然后我就陪他小女儿在家。那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了，哈，我姐姐也是有一本很难念的经这样子了，哈。那她也是基督徒了，那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说，反正在家闲闲没事做，哈。那我就想说，我就刚好在他们家，所以我就决定说，我就跟神祷告。就是求神赐福我姐姐的家，然后我要做这个见证是，我也鼓励你们家或你们家族如果有信主的人，然后我觉得可能有其实他是可以跟你配合的，就像摩西跟他的哥哥，对不对？我实在太累，有点忘记了。摩西跟对，摩西跟亚伦他就会搭配。OK， 那我觉得我们在我们家族就只有我们2个信主，第一个就是我姐姐跟我，然后我们2个又个性又很不一样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做这个见证，就是也祝福你们家、你们家族，或许也有人他是信主，你跟他也是可以互相配合的，然后在你们家族里面去传福音的这样子。那但是当你要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你也会受到攻击哦。最近我就被我姐一直骂，但是有时候你要想到说，你们就是因为要配搭，然后就是因为要传福音，你就是会碰到困难的地方。OK， 然后你也会受到攻击，所以有时候要忍耐。所以我跟我姐姐就是我都忍耐被她骂这样子，好。然后呢，但是我跟我姐姐个性很不一样，就是在我们家，因为她是姐姐啦，她怎么讲？我们家就是2个哥哥，两个女的，2个男的。那我爸爸妈妈其实是很听我姐姐他们的话，所以我就觉得很多的事情其实是我姐姐去做的影响力会比我强。但是呢，我是他的发电机，就是我要帮他祷告，然后他会去做。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感谢神，所以我现在住在国泰复都，租金29000，我姐姐就出了1万块，要不然我也住不起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就是我做这个见证，就是说你们家族里面可能也有人是可以跟你配搭的，但是呢，有时候会有不开心的事，但是你要忍耐下来，都是我在忍耐我姐姐这样子。那我去年去他们家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读圣经，祝福他们家，反正闲着也没事做，过年嘛。然后呢，后来呢，我就每天晚上，那因为他小女儿也信主了，所以我就会跟他讲，你乖乖听电视，小阿姨要进去那个房间里面读圣经了。好，那我就会把它读出声音，然后我就一卷书一卷书的读。但是在读之前，当然我也会祷告神，就神啊，我真的是希望你可以祝福我姐姐的家。好，那我就乖乖的一卷一卷的读。那你一定要祝福我，好，神真的有祝福，好，所以我才会做见证这样子哦。那我就是一卷，我真的就很乖哦，我就是一卷一卷一直读，然后我就罗马书我也看完了，但以理书我也读完了哈，然后箴言我也读完，反正我就一卷读完，我就一直读，然后我就用念的哦，我就一直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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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连续一直念3个小时，大概晚上1点了，然后好就去睡觉，我们就去睡觉。第2天晚上，好我就又继续开始念这样子，然后我有些地方我可能不是很懂，但是 anyway 我就不管啦，反正我就把圣经打开，我就从开始第1章一直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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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读就对了，我就一直读。然后我每次读之前，当然我就祷告神，求神能够赐福我姐姐的家，因为我做的目的就是这样，所以我每一卷书我都会念出声音，连续念3小时。那后来呢，神真的祝福我们家，我姐姐家真的慢慢渐渐变好了哈。那有些事情可能她没有跟我分享，好，但是刚好有时候就是很巧，我打电话过去。有一次呢，因为姐姐小女儿是让她比较需要花心思带的哈。然后因为小女儿有点就是情绪不稳定的，但是呢，我姐姐就很辛苦，因为她都要一直陪着她小女儿。但是有一次，我就刚好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她就说啊，我跟你讲，你刚好打电话过来，我跟你分享见证，好，感谢神，那个姨姨啊，就刚好我们教会有姐妹啊，可以带她出去，一堆的，意思就是说我姐姐那个时候就可以有空堂，然后可以休息。然后我真的就觉得很感谢神，就是其实神就是。其实我那时候是偶尔打电话去给他，通常我姐姐也不会打电话跟我讲说她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那时候就很巧，刚好打电话过去。我觉得神也是让我知道说，我这样子为我姐姐他们家祷告，真的神也一直在改变他们的家。OK，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是临时打电话给他的。还有第2个就是，
我姐夫的脾气其实不是很好，我姐姐跟我姐夫是属于那个，那个反正情绪爆炸型的那种，反正他们2个情绪都不是很好就对了。可是啊，就是我姐姐最近也都一直有讲，就是她从来没有想过我姐夫怎么转好了这样子。那所以其实我很感谢神，虽然人家说牛就是牛，看个北洋东西牛啊那样，可是我觉得在神的面前不是这样。只要你相信神会改变，我一直都记住。详细的经文不记得，就是神使那个日头站着不动的那个经文，在旧约里面，其实它都深深的在我的心里头。我就觉得神是可以改变所有的事情的。对，你不要一直觉得说，就是牛，就是牛，看看北京就是牛。可是没有，我姐夫的脾气是很暴躁的。可是啊，就是至少从我去年祷告到现在，至少我就听到我姐姐讲说，她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姐夫的脾气会变好。我真的很开心。然后前几天的时候，因为他小女儿生日，然后他就拍影片嘛，在我们家的群组，然后我们就看，我也好惊讶哦。然后我就觉得好窝心，就他们为我们的姨姨唱完歌之后，我姐夫就抱着她亲了她一下，我就觉得好开心哦。就是通常以前。就我们对我姐夫的印象是不会这样子的哈，因为我姐夫也是口气其实那个脾气也是很火爆的那种的，其实真的是看不出来他会这样做，然后我们真的觉得很开心。我相信我姐夫的脾气其实改很多，然后他在家其实也变得就是很帮我姐姐在很多很多的家事上面。那我相信其实是神一直在祝福他们家这样子哈。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在神就是没有难成的事，在耶利米书32章17节就有讲，在我们的神没有难成的事，你只要相信，而且你愿意付出。我真的那时候就很乖耶，我每天晚上啊，大概9点开始，我说小阿姨要进去里面读圣经，然后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他知道，我就开始读圣经打开就去读一直读连续念3小时每天。连续念出3小时，我就相信神一定会祝福啦。那当然，我们就是觉得说，不管神有祝福没祝福，我都说神，我就相信你就对了。好，那所以就是像刚刚我们一刚开始的那个刚刚那个诗歌一样，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都靠着神过日子。那神的话语其实就是我们的灵粮这样子。那我觉得当你付出的时候，真的你也会，神也一样会祝福你自己啦。所以这是我住国台复读，其实是我姐出1万块我才有办法住的。我姐姐就说你去住，我帮你出1万块。我就说好。那所以就是刚刚也讲到牧师早上的共读，我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爬起来，真的很累。可是 anyway， 反正我都一定会把手机打开就对了。然后我也鼓励大家，真的是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在不管任何的时刻里面，只要你能够抓住神的话语的话，就是你就是要紧紧抓住神的话语这样子。那我也是希望说，最近虽然搬家很忙，然后但是我还是会继续的做我之前的事情，就是一卷书一卷书的把它读。那我希望神能够赐福在我们的家族里面，那我也希望我们的家人可以很快的又有更多人可以信主。谢谢大家。好，谢谢于老师。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然后读3个小时，念出声，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思雨姐妹那因为思雨姐妹她的母亲就是在住院那她很想要过来，她一直到今天的4点，她跟我讲说，如果那个4点以前没有接到医院的通知，她就会来做见证。那没想到就是12点的时候通知他们去住院这样子。所以现在在住院的过程，所以他有请那个志鹏小组长来代为他分享他的见证，他有准备，然后请志鹏小组长来代为念他的见证给大家听好，我们一样拍手欢迎，谢谢。牧师、区长、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以下是代表我们小组思雨姐妹。这是他所写的音，他今天传给我的，我就代为转述。大家平安，我是第9小组的黄思雨。本次见证，我想说的是，上帝是爱。7年前，因着我的先生宗庆三姑妈秀英，带我们走进迦南教会，认识顺正长老。因着顺正长老对我们夫妻的关怀有了感动，我们夫妻就一起受洗。至今信主6年，迦南教会这个家
陪伴我的家庭走过高山低谷。犹记得洗礼当日邀请了三姑妈一家，见证我与宗庆的洗礼。那日很欢喜，我们去吃姑丈爱吃的烤鸡，记得他笑得很开心。分别回家后，还没有经过24小时，就接获姑丈心肌梗塞离开了我们。那天清晨，我嚎啕大哭。半年后，我的爸爸和爱犬相继离开。迦南教会为我爸爸举办告别礼拜仪式，给了我们全家最大的支持力量。当时没有准备好爸爸离去，一切都来得太快，剩下妈妈一个人独居。她当时还在做乳癌的化疗，于是和宗庆商量将妈妈接回来同住。过去我的家庭是传统信仰，为了接妈妈过来同住，迦南教会再次帮助我们家庭举办圣别礼拜。特别的是今年，神赐下恩典在我家里。年初，先生转换工作之际，为要改善我们的生活，于是每天与他早出晚归一起工作，过程中很辛苦，频频出错，问题一堆。由于工作关系，疏忽独自在家中的妈妈，除了带妈妈就医，剩余的时间都用在先生的工作上。直到4月，妈妈开始出现异常，有失智的现象，会说重复的话语，怀疑旁人，还出现幻觉、时间错置等等，且负面的话说不停，一切的日常都成了她的障碍，甚至开始有忧郁、躁症，也不认得我。起初以为是我疏于陪伴她，而她没有体谅我们需要工作才有经济的来源，因此经常与妈妈有口角，期盼她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每天都没有多余的时间，连睡眠都成了一种奢侈，没有留意她的变化。直到有一天发现她不认得我，才惊觉事态严重，带着她四处求医看病。医生只表示妈妈是可能之前的化疗可能引起谵妄症，或因着年纪大有失智的症状。差别是就在谵妄症可逆转，失智症是不可逆转。就医的过程并不顺利，每次要出门，他总对我大怒，怕他跌倒想扶他，便把我手甩开，总说家里有鬼。有时他会双眼盯着无人处，神情相当严肃紧张，造成我的身心灵出现极度贫乏，每天都无法入睡。疲惫使我想放弃照顾妈妈。妈妈一直强调家里有鬼，请牧师来家里做洁净礼拜。刚开始的前3天都很平静，没有多久病情就越发严重。她再一次不认得我，这时我再也无法忍住眼泪，我跪在客厅的十字架下，痛哭地对上帝诉苦，相当的无助，一直叹息，无法言语祷告。我真的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马书8章26节，为了了解妈妈生病的原因，跑遍了各医院，只要有任何的可能性，报名参加基金会失智者灵性讲座。当时真的内心充满了不理解和痛苦。为什么生活单纯也善良的妈妈生活又会遇到那么多的困难？我们不是一直不断祷告吗？每天祷告，一切都没有改变，直到接获小阿姨癌症离世的消息，妈妈开始掉眼泪，夜不成眠。我每晚放诗歌给她听，不免惊，耶稣在此。奇怪的是，听着听着，她好像渐渐清醒，她也开始会为家人祷告。过去她因为生病的缘故，不愿和家人联系。我对妈妈说，神不喜悦我们不和睦。上帝奇妙的作为，改变妈妈一向硬死的心，愿意和自己的亲人和好。8月，
小阿姨告别式结束后，舅舅不舍我们，就要返程回家。他忍着病痛，坚持开车送我们搭高铁。当时我并不知道舅舅胆管癌末期，只是送别时刻，我感觉到是最后一次说再见。我特意要妈妈与舅舅互相拥抱道别。妈妈那时还无法行走，坐在轮椅上。返家的日子之前失常的状况一一解除。她甚至还能清楚地告诉我，遗忘我的时光，她独自经历过什么。陪伴妈妈的过程，从她身上见到神对她内在的医治。10月，舅舅就安息主怀。他离世前，我与妈妈去了一趟高雄探望他。见了面的隔日，我们返家，就接获消息，舅舅要接受坚信礼，因为他看见神在妈妈身上带了改变。8月，妈妈还坐着轮椅；10月，他已经可以使用助行器行走。这次他可以认得所有的亲人，家人都感到非常的惊奇。舅舅是家中最小唯一的男性，家中的阿姨都对他疼爱有加。他的离世让所有的阿姨和妈妈都感到悲伤和不舍。过去信主不坚定的一家人，都见到妈妈的改变，大家也开始回转向神，懂得关系，彼此道平安。11月，妈妈身体状况出现警讯，过去癌症的位置又开始疼痛。此时自己已能坚强面对。迦南教会一直是支持我神的所在之处，明白祷告无法去让妈妈的身体得到完全医治，恢复如初。但是我明白可以改变的是我的内心，不再像过去一样软弱，能有面对的勇气。做见证的时刻，我的妈妈刚入院，她的身体虽然有恶化的迹象，但上帝与我们母女彼此理解，更加相爱的时光。感谢上帝带我走过流泪谷，医治我灵性的疼痛，让我明白爱才能改变人，唯有全知全的神才能办到。感谢迦南教会的家人们，你们的祷告神有垂听，按着他的方式在我家施下恩典，因着感动，在自己有照顾妈妈的压力下，仍然愿意回应神的安排，自己有愿做的心，虽然会有压力，但神已预备好团队一起同工，足以支持我那微小不足的信心。感谢赞美主，赐给我所需的一切。愿大家平安，身心灵都健壮。以上就是我们黄思雨姐妹所做的见证，谢谢各位。好，谢谢志鹏小组长哈。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祷告哈。那请敬拜团上。每一次听到弟兄姐妹的见证哈，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哈。我们要唱歌吗？有吗？有回应的诗歌吗？有。我亲爱的弟妹，你是我的梦，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弟妹，你是我的梦，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弟妹，因着我用真话，因为有你来我我。我亲爱的弟妹，感谢你给我点的家，来就接受很多的光。我亲爱的弟妹，你是我的梦，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弟妹，你是我的梦，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
感谢你，予我念你者，来就一首献予你的歌。不好意思。好，接下来我们为着世界国家社会来祷告哈。我们一样带着刚刚的感动，那我邀请弟兄姐妹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来求告神，我们来向神来恳求。不管我们求什么，我们都带着信心来向神祷告。我们单单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呼求，让我们的心连结在一起，让我们一起来为着叙利亚的内战多年的问题来祷告。在12月8号，反政府武装的势力攻占了大马士革，原来的总统阿瑟德逃往俄罗斯。求主你来带领，让叙利亚的内战的问题能够早日的告一个段落，也能够有合神心意的领导者来领导叙利亚。也为着我们的立法院要选罢法的修改案来祷告，求主来带领这些立法委员能够为了人民的福祉，来为人民来谋福利。也为着桃园市能够成为绿色的城市来祷告，让我们居住在这桃园的地方也能够安居乐业。我们为了以上3件事情，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万物的神，掌管人类历史的神。我们将叙利亚长期内战的问题交托在主你手中，求主你来带领保守，让所有受伤的、受过伤害的都能够得到医治。所造成的问题，主要求主来怜悯，求主你来赐福，让和平的灵、喜乐的灵临到这个国家。也为着我们桃园居住在这个地方，求主你来看顾保守，让每一个人民在这里都能够安居乐业。求主你看顾保守，也为着我们执政掌权，特别是立法委员来祷告，求主你赐给他们有足够的能力，为了人民的福祉来着想。主啊，求主你带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主啊，我们现在一起要为了这些事情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要先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家。主啊，我们求你怜悯叙利亚这个战争多年的国家，人民处在动荡的日子中，主的大能运行在叙利亚这个国家，在没有领导人的当中，求主选出合神心意的领导者，带领人民进入正常的生活，让他们再没有苦难。主啊，我们也知道现在的立法院里面有这样不公义的法案正在运作，有一些不爱这块土地的立委追求自己的利益，追求自己的利益。求主的公义，让这些立委的心不被蒙蔽，让他们有基督的公义，有不自私的心来为这块土地谋福利。我们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来带领我们国家前面的道路。全能的主，我们为了桃园这个地方献上感谢。主，你让这个地方成为主所祝福的土地。感谢主，你让桃园成为一个绿色的城市。求主让我们更有智慧来为了这个城市做环保的工，成就主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为接下来为着教会来祷告。我们用祷告来成就神的心意，来满足神的心意，而不是来满足我们个人的想要。主要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教会过去1年的变动改变，来带领，让我们能够接下来在2025年能够有主的带领跟保守，也为着圣诞节赞美礼拜
能够进行顺利，让弟兄姐妹出入都平安。求神来看顾，也为着12月21日，圣诞包佳音的活动，我们要到统领百货跟远东百货，让我们在那边的表演都能够荣神益人。也恳求天父上帝来看顾我们60周年庆的系列活动，在当中有桌球比赛，求神赐给我们同工有足够的智慧，让整个活动赛程都能够顺利来完成。我们为着教会的事情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将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求主你来看顾保守，特别教会的组织重整，未来许多事工要推动牧养关怀，求主你大大的来掌权带领，特别在圣诞节的礼拜12月21号的报佳音活动，明年庆祝60周年的桌球比赛，我们所有的规划，求主你赐给我们足够的智慧，我们有好的执行力，让更多人来参与，也在活动中彼此建立更美好的关系，也在活动当中经历神你的大能。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在2024年对我们迦南教会来讲，是一个有大变动以及改变的一年。我们也要向主你来献上我们的感恩，让我们都能够平安的度过了。也祈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未来的日子。尤其在明年是我们60周年，求主你继续的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要为接下来的这个礼拜天，就是22号，我们要在妇女馆举行圣诞的赞美礼拜。我们祈求，因为是在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恳求主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出入都能够平安，而且用喜乐的心来参与，更加的能够荣神益人。在这个礼拜六，就是21号，我们有圣诞报佳音的活动，求主你保守，不管是在统领还是在远东广场的这个服事跟表演，都有荣神益人，使人我们这个地区的未信主的人能够听到福音。我们也特别将明年度的60周年一系列的活动，要展开的桌球比赛，赏识同工们都有智慧的规划跟合适的一个赛程，选手们不只能够运动，也能够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得到福音的好处，能够进一步的亲近上帝。我们这样的恳求、感谢跟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接下来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首先为教会的春梅姐化疗过程当中身体的不适，求神来带领保守。第二个为曾阿秋姐妹灾后身心灵能够得到康复，除去她心中的恐惧，还有未来房子的复原，沙发公司的理赔官司，还有邻居的赔偿，都求神来带领。也为着思雨姐的妈妈莲珠姐来代祷，现在因为肺积水然后住在现在在医院接受检查，求主来带领赐给他们足够的信心来经历神的大能。因为翁吕红昭姐跟她的家人来祷告，目前随时都有蒙召，都会有可能蒙主恩召。那求主来带领保守，让他能够减轻他的痛苦，也求主来安慰他的家人。我们一起为着这4项，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怜悯人的主，你是掌管生命的天父，我们要恳求你，主啊，求着你带领保守春梅姐的化疗能够顺利，在这当中所有一切的不适
能够求主你来看顾保守，让他能够得到神你的医治带领。也为着洪昭姐还有他的家人来祷告，我们祷告神，求主你来坚固他们的心。虽然身体软弱，但是我们相信因着神你的慈爱，你必定能够减轻他的痛苦。也特别求主的灵与他同在，安慰的灵安慰他的家人，有主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心里就有平安，真知道神你的心意，也顺服神的带领。主啊，我们求主你来带领保守阿秋姐，谢谢你留她的生命在这大灾难之后，也能够再一次回到教会，这是你极大的恩典。谢谢主，求主你也继续保守在未来房子的修理以及理赔的问题，许多的问题都求主你来看顾，也盼望她能够早日的恢复正常的生活，也特别来医治连珠姐有肺积水的状况。主啊，初步的诊断是因为不良淋巴的转移造成的，需要住院来检查。求主医治的大能临到连珠姐的身上。主啊，求主你赐下平安、盼望、喜乐的灵，让连珠姐用十足的信心来经历神你的大能，也有把拉法的神亲自来动工来医治教会当中我们刚刚所提到所有人的弟兄姐妹，求主来医治。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接下来为着青年牧区圣诞节的聚餐活动，求主帮助这些青年在动员中有更好的学习跟凝聚力，也为着吴敏元、张木轩两位执事担任青年牧区的区长，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能力，一同来牧养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所有的学生。我们为着青年牧区这两项来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将我们的青年牧区的各项活动、事工都交托在主你手中，求主你圣灵带领保守一切的事工尽都顺利。特别在今年的圣诞聚餐活动中，求主帮助教会的青年们在各项的活动的动员，有更多的学习、更好的学习，能够更强的凝聚力。因着神你的慈爱，让教会的青年能够凝聚在主你的爱中。我们也要为着敏元跟木轩两位执事来祷告，我们要常常为他们来祷告。我们相信祷告带出能力，祷告能带出信心。求主帮助他们在担任青年牧区的区长职分上，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跟能力、爱心及耐心，在牧养关怀的服事中得着所需用的恩赐，也能够依靠圣灵的帮助，陪伴教会的青年学子们，让他们灵里得到饱足，生活上得到扶持。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接下来为儿童牧区来祷告，求神带领圣诞节的他们参与敬拜赞美敬拜的同工，有从神而来的喜乐跟敬虔的心，做成美好的服事。也为1年级的孩童赖亚伯代祷，因为肺炎的关系住院，求主的恩手来医治保守，身心灵都得到恢复健康。我们一起为着儿童牧区这2件事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你的小孩来到圣所，能够来服侍敬拜你。主啊，这是你极大的恩典，我们也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为我们教会的小孩来祷告，求主来带领保守，让他们在愿意服侍的时候，能够更多的经历到神你的同在，有爱主的心也能够临到他们的身上。主啊，保守看顾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亨通顺利。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爱我们的神，荣耀的君王，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悦纳我们今天的赞美，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们今天的见证。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人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经历你。也因着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些见证、这些赞美、这些祷告，
蒙神你的垂听，蒙神你的悦纳。求主你复兴迦南教会祷告的火，让更多人愿意来参与在祷告会当中。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求主你来复兴我们，让更多人来参加祷告会，让祷告会的火能够旺起来。主啊，求主你来看顾我们，这样子感谢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这咱这首诗歌来献就咱的感谢，来感谢主的恩典。咱三下起立来吟诵这首诗歌，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义；伊若嘴内信任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义；伊若嘴内信任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只要你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义；伊若嘴内信任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义；伊若嘴内信任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就会得到。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哈利路亚！咱拍鼓来应跟上帝。咱嘛感谢今日伫咱中间最见证的这5位兄弟姊妹啊，是思雨姐妹、家珍姐妹、美芳老师、一如好老师、甲雅琴组长啊。咱嘛感谢因伫遮所做的见证，也看见上帝带领。咱嘛特别继续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的兄弟姊妹，为着因来祈祷。咱要结束以前，请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不再被定罪。我们活着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第4区的组员的见证，他们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来见证上帝你的信实与慈爱，并且也加添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更加对主有盼望，也对在教会的服事不惧怕，让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要得着益处。我们继续为着雅琴姐为着她的工作，为着她的服事，为着她的健康来祷告，也继续为着思雨，为着她的妈妈莲珠姐来祷告，也求神来看顾保守，也为着家珍、美芳还有义如为着我们的每一个组员还有弟兄姐妹为着全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以及每一个家庭都能够为主活出美好的见证，看见上帝你带领我们在每一天的当中。主啊，我们也要特别为着天气寒冷为着在外地工作，或是为着我们教会当中的长辈长者，为着他们的身体健康，为着他们的身体的血液的循环都能够来求主来保守看顾，同时也保守我们出入平安。特别在这个礼拜6，我们要到同林百货、远东百货来报佳音，分享主的爱与恩典，让我们能够有合一的行动，美好的见证。那传喜信、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愿上帝与我们同在同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帮助，常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能够一摆拍婆来感谢上帝，哈利路亚。
好，咱今日暗时啊，就主会到家，好啊，也彼此的祝福，彼此的请安，好，也感谢弟兄姐妹线上的参与，好，愿神祝福平安，谢谢。